即个汪宗宪老师吼，啊来咱分享即个题目啦吼。啊，看伊要带咱去火车咩是啊？火车，现车无？王老师足资深的国中的老师吼，嘛有伫咧学校教台语教诚久啊，吼，嘛有写真侪作品吼，拄好有一个上新的头衔，上新的头衔就是。2021年阿 Q 想的着种日之一啦。伊写即个适合国中生读的即个散文作品吼，伊嘛是其中一个入选的吼。因为伊的材料内容足丰富吼，咱就甲时间交互王老师吼，来请王老师甲咱分享吼，感谢。谢，感谢。喂，其实阮已经。对7:5就开始开讲，讲较紧。我碰到曲老师，我有够欢喜的。因阵拢伫册，我的迄个博士，毋是硕士的论文，就是写言语的。所以我就有足侪资料，拢有参考咱曲老师的。所以到进新课讲咧行的时阵，我嘛拄好拢有参与。所以迄个整个的过程，我咧拍拼的过程，迄拢我感觉。后摆我若写一个迄个我家己的迄个教学的过程，我应该就会拢搁甲这搁做一个整理，这是一个可能会使互大家参考的部分。拄仔我看曲老师跟倪上咧讲的时阵，伊就讲着对未来的台语的发展拢足烦恼的。我咧想，这应该是一个社会。咱的知识若有到遐，咱逐个人的氛围，迄个逐个人啊想到遐的时阵，感受有到遐的时阵，可能慢慢就会使迄个甲即种本土语啊，慢慢拢搁甲发展。拄仔曲老师讲，会使加分，会使考试，这种的嘛真好啊。这嘛是一种做法。好今仔日呢，大概呢，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，迄个咱这20几年来台语教学的这个脚迹，搁9年一贯的时阵，阮有啥物台语的教材？新课讲的时代就是即仔，台语的教学是行到啥物程度啊？我讲的拢是国中生啦，因为国小的部分我就较无遐尼理解，这我当会使。有当时去其他的学校看，了解一下安尼。你讲你无对头对到尾你要讲去知影伊咧教的一个过程，可能嘛无遐尼清楚啦。国中的我就拢真清楚，搁有对未来台语教学的即个愿望，搁即个想象，大概是安尼。即个4个题目大纲的部分20多年来，我台语的教学，我拄仔有甲大家分享过，就是讲我家己行过的路，差不多就是台语的教学的过程，就是咱台语教学的发展史我这是我想讲，我向大家介绍一个，就是讲我伫咧大学的时阵这是我大概要甲大家讲的我85年，我是台湾师大，我伫即个师大路迄个台湾师大国文系毕业的。我叫做阮拢讲我85级的85级的就是85年毕业的阮拢讲我85级的。结果我81年去读册的时阵伫学校内底，当看阮同学见面的时阵，伊就讲你会讲来的吼。我讲是啊，你哪会知影我会讲来是？可能是我去台北，我伫台北，我伫遮我就开始拢讲台语啊。迄个时阵，阮的同学大部分嘛是拢讲华语。其实81年啦，咱想看卖81年大概迄个时阵的状况是安怎？大家拢嘛是讲华语，敢是？你若讲台语的人，其实足少数，但是我看阮同学啦，伫拢高雄去哩的，阮就家己拢会讲台语。我去哩跟同学讲，伊就第一个就讲，你南部来的吼，我想讲你是安怎？我是较怂还是讲了
讲台语讲较济，因为我想迄个时阵台北的同学拢是讲国语较济啦，吼，对。啊，所以呢，安尼迄个时阵，其实想，我咧想讲，其实咱南部起嚟的是有啥物无共无啦，吼。啊，即个要踏入去教学即个第一天啊，我毕业了后踏入去教室的第一天，我要行入去迄个门的时阵，我伫外口先竖一大气，啊，家己迄个紧张迄个气氛吼，先互伊即个较和缓的，我着行入去啊，开始甲囡仔教册，啊嘛是拢教国语啊，因为我是国文系，我嘛是拢讲国语。迄个时阵要讲台语，敢若足难的啦，敢若讲吼，拢无互接受着啦。我感觉迄个教学的现场氛围是无好的，拢足。逐个人，尤其我这国文老师，我虽然是国文老师，但是国语嘛无介标准呢，系啊。但是电到讲台语佫较标准呢，吼，所以油泡即个猪皮半遮面，吼，我着爱慢慢安尼行入去，吼。然后呢，迄个时阵90年开始，国小爱开始开课。开课的时阵，各县市拢有办认证，所以呢，我迄个时阵就有去参加中高级的认证。啊，我即马高雄市嘛开始办认证啊，为着国中老师国中要开课，高中要开课嘛，拢开始办认证啊。等于甲过去的迄个90年当着的即个问题，搁重来一届。就是拢搁爱办认证，互老师会使通过即个认证，伊就会使伫个学校内底教本土语，这是目前的过渡的做法。后摆就爱有专任的老师，伊就爱经过像迄种个大学生去做师培，师培了后，较去学校内底教册，就是看每一个科系共款啊，拢爱专任的老师啦。无就是像我即种老师，我爱搁去参加学分班40学分班，啊无就是讲我搁去参加第2专长，安尼117年了后，就爱每一个24班以上的国中拢爱有一个专任的老师。这所以少年辈就较拍拼的，有机会去做即个专任的老师，吼。啊，我就是参加过安尼遮济研习吼，慢慢啊，我就培养我要讲台语，我要教台语的迄个意识。迄种意识是对我的心内底想要讲我家己的母语的。我想讲奇怪，我细汉，阮爸阮母啊，就拢通我讲台语啊，为什么我来学校无法度讲？啊，我伫学校无法度甲我的后一代的囡仔教。哦，迄个时阵有遐先摆吼，足侪人就拢开始拢有迄个母语的意识、本土的意识拢出来啊，写文章也好，吼啊办活动也好，去教也好，所以我感觉我迄个时阵参加即种演习吼，我迄个母语的意识就去互人激发出来啊！我就感觉讲，我应该爱讲我家己的母语较对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就真拍拼咧学啦。这台语讲要去考这敢好考？考迄认证敢好考？啊，在座的敢有人去考过？这认证，我是感觉嘛无好考呢。这吼，像我迄班，阮学校内底的班级，阮学校内底的班，我有开课，但是老师吼，伊无一定有迄个，无一定有迄个。足想要通过的迄种决心啦，有当时啊，伊会想讲后发怀疑我着有我家己的行会路啊、头路啊，我着无一定要通过。所以即马有足侪机会，会使互现职的老师去通过认证了后，伊就会使教本土语。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方法，因为吼，阮老师尤其咧伫国中教的，伊拢。较知影囡仔的性，啊，若准讲话，像讲是志愿老师，伊可能因较无爱去国中教，
国中的囡仔吼，徛起来凡事拢比你较悬啊。伊有当时较无迄个意愿呐，所以我咧惊，我咧想讲今年111年学年，就是9月份，毋知会欠足侪老师无啦，有可能啊。所以但是教育部已经有咧努力的拍拼要，互即个人数师资会使到位，会使去教吼。来我迄个时阵，我着选民国93年，我着选闽南语，台湾闽南语的几性文化的研究。这有哪有参考着咱曲老师介济即个研究的内容啊？感谢感谢，伫这我先甲你感谢，有你较有我的论文，拢爱参考足济。你敢知影？大家敢知影？我选即个台湾闽南研究，我迄个时阵是读中山大学。一个国文老师要去选闽南语，我无要找教授，其实无好找。教授有诶，伊对即个题目无遐尼专门，伊嘛可能毋敢指导，吼，有诶可能是无一定有认同，所以迄个时阵我感觉我写即个闽南语诶研究诶论文，我感觉是。伫国文老师内底，较无人咧研究啊，迄袂输是人讲一流诶，我是第二流诶啦，吼，敢若是较无遐尼入流就对啦，无讲遐尼啊，遮济人要去研究诶。但是即马研究诶论文有够济啊，你只要若有心要去学诶，迄物件济甲互阮拢无法度，我拢看袂完，所以吼。即摆的研究的迄个气氛，甲永存差足济。我迄个时阵90年，民国90年嘛，较差即摆20年，所以即20冬，我感觉整个台湾的迄个气氛是无共款的。尤其说迄个台语对咱本土语的迄个态度是无啥共款的，这是真好的进步啦。所以拄仔有哪回应着你常讲的，你讲烦恼。烦恼这是一定的，但是呢，社会上敢有咧改变？有。若如果无改变，咱的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是安怎会通过？一定咱虽然受到足侪即个困难，但是嘛是尾也有通过，这就是一个进步。因为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，教育部就爱根据即个法律，较搁去修改课纲。互即个本土语入去即个课纲内底，变成固定的、伊就是国中、高中拢一定爱学，拢爱教。国中爱开伫1年啊、2年啊，高中爱开伫高1。吼，即摆会做法是安尼，就是对今年的9月份开学的时阵就开始，就爱安尼做。今年先做1年啊，明年做2年啊，来就是拢一直安尼，1、2年啊拢开。高中当然会使开伫1年啊，毋过有诶高中讲因要开伫3年啊，袂使，爱去专案去甲迄个教育部写理由，才会使开伫毋是高1的即个时间，这是教育部目前的规定，嘿，大家拢一直点头，到尾也敢会赶我困去。到即个迄个国中3年免教。即摆无排伫个国中3年，为虾米呢？因为阮国中上要义的就是会考。升下个考试。啊？升下个考试叫会考，迄是阮所有国中的老师的一个原罪。原罪啊，原罪就是讲，你若准讲影响到考试，伊就会，因为迄个足侪压力会集合啦，所以尾啊悄悄的吼。其实连阮家己的叫做辅导团的，遮的所有专省的辅导团嘛，认为国三可能莫开较好啦。咱家己的人哦，家己人嘛是安尼想哦，因为国中就是有一个考试的压力。这已经是无办法内底上好的办法啦。无你若讲坚持讲国1、国2、国3拢开，连即摆凡是连国1、国2拢无法度开，
所以咱等于即个策略就是讲好啦，我国三莫坚持啦，因为囡仔嘛要考试，家长其实有哪会烦恼？伊讲啊，你这个跟考试无关系，上好的方法就是后摆会考咱嘛来甲考一个，迄个本土语安尼好毋好？好，啊毋过，就是有足侪人伊就讲无好啊，伊搁要甲咱的认证的钱甲刣掉的呢，进前，几啊年前的，咱莫讲啥，伊有做过迄个国民党的党主席的，咱直接莫讲政治啦，查某的，莫讲啥物啦，啊，顶阵就有讲，连迄个即个认证的补助的钱，就要甲刣掉，尾也无啦，尾也有人甲动啦，无迄，你敢知影迄个认证，迄爱用偌济人力去改、去分配、去处理、去计较，迄爱足济钱呢。但是囡仔去考250，老师去考，你若考过，就搁钱搁行李。啊，成大的因的成本啊2400呢，成大的啊，所以你看迄偌厚本，你若无国家的补助，哦，莫讲啥啦，英文的迄个考试啊，能力的考试英检啊、英检吼，迄着爱偌济啊？考2科爱800，我陪阮囝去考，嘛是爱800以上。啊，你若4科拢考1600、2000，看是伊安怎花，你着爱安怎互伊。所以这是等于讲认证是有国家补助的啦，迄个教育部有补助的啦，吼。啊，即个就是讲，迄个时阵社会的即个看法，就是讲我一个国文老师开去写即个台湾的闽南言语。你即摆想讲啊，写即个拄啊好尔，但是迄个时阵迄个年代，我感觉我选即个是我的坚持啊，我就是。恁拢无，你个国文老师安怎看迄伊个代志？我就是要写我的本土语的物件啦，吼。好，啊来，我就进入即个地方的辅导团，啊，搁有教育部的辅导团。啊，目前我嘛是咧做中央的教育部的即个辅导团的团员，吼。啊，这是我咧做辅导团的时阵，我发展出来的即个册，吼。这是阮地方的算高雄市发展的物件，吼。啊尾啊呢，这是一个教案的册，啊，这个是写作的册。各位恁敢会想讲啊，即种的是拢要创啥物啊？阮做这个物件是啥物意义啊？这个沙龙是咧开讲的对吧？开讲的啊，阮这是语文会友，这就是互老师去练习。啊，这互老师练习写教案，有好的老师，较会有好的学生啊。虽然学生啊伊家己会晓学习，毋过老师甲引导是介重要的。你若准讲无老师甲引导吼，引带吼，伊囡仔就是伫遐黑白算啊，黑白拉，黑白吼，囡仔你若无甲引导吼，无甲伊控制，其实伊就是足散足乱的啦，所以。阮咧上课，我嘛是爱互伊方法去引带伊。我等下甲各位讲我安怎做，吼。啊，这拢是等于咧练兵啦，互老师去写。这毋是我孤一个人咧写呢，这是集合大家，阮高雄市的人，吼，做伙甲集合做一本册安尼啦，吼。我要讲啥呢？讲咱永存咧读册的时阵，用的课本是啥物？原来你的课本是啥物人编的啦？我应该讲啊。哦，国立的编译馆编的册嘛，迄拢是国家编的。啊，我迄个时阵当出来教册嘛，是用国立编译馆的册。迄个时阵是国家编册。即摆来伊开放了后，就会互民间去编册。伊就为虾米要安尼做？伊等于要甲改进嘛，要互伊较多元的嘛，多元的文化嘛，咱一直拢行向即种多元的文化嘛。即摆现处是着安尼啊，就是拢足多元的。你无要承认嘛，无法度，因为咱就是比其他的国家搁较自由，搁较民主，搁较开放，搁较多元。这是你看阿富汗啊，阿富
阿罗干呐，英文阿富汗因的查人，嘛是拢个无人权呐。你看咱台湾的女性的朋友，因即马伫做总统啊嘞，嘿，咱查甫人拢伫边仔咧甲即个观音较悬大门山哦，观音即马开始搭即个家己出来。赞，对，我讲安尼好啊。咱这家己有足侪智慧伫内底，而且一个情景内底，你啊用一个足水的，哦，安尼赞的，有道理。我等下甲你加分哈。吴老师，我等下甲你加分，加分罔有路用。囡仔你爱甲奖励，哦，若阵讲做毋对，你着爱甲算讲甲伊处罚，嘛无一定爱甲讲，因阵拢用讲的，即摆袂讲一下，即摆连骂你都爱甲思考，你哪会遮尔？无注意啦，对啊，你还讲你讲你，这爱注意，讲话拢爱足小心的嘿。即摆做老师的人是算讲一个高风险的工课，真诶啊，阮拢爱保险的嘿。有当时啊讲毋对话去用过，袂啦，咱拢有站则开啦，袂啦，这有时间性命有咧甲阮迄个磨练啦吼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即摆即个。永存是国家编册，即马来开放了后，就民间编册。县市各县市的老师嘛会使编册啊。啊，编册等于讲，啊，咱台语要教啥物？咱的台语要教啥物？恁各位认为台语爱教啥物？无迄个即个阿姊，你想看卖啊？你若要教恁的囡仔？囝还是孙，你会想要教伊啥？其实上主要就是日常的迄个生活，你会当我会当沟通嘛。哦，对。感觉这是基本的。迄个新课纲内底嘛是安尼讲啊，伊就是教社会，啊教生活的，哦啊教语言文学，就是即个部分尔。因为咱平常时啊讲话就是语言，啊传承就是老师的言语、俗语，吼。啊无就是一寡文学性的物件，这就是拢，阮迄边我嘛是安尼想啊。啊，但是要找啥物人的文章，就是你着爱去找，吼，去找啊。当然出版社有出版社的想法，啊像阮这一般的老师，阮迄个时阵高雄市就有编这补充的教材，啊我有查来。这我收集20年啊，你毋好甲我用歹去，这就是阮高雄市的这个教材，咱会使看卖啊。我即摆今仔日有哪要甲你讲现代，我嘛要讲过去，咱爱知影过去，咱较有未来嘛。你拢毋知影过去，你讲哦过去，就拢放互过去，啊你若无历史，就袂有现代，嘛袂有未来，吼。啊，这互大家参考看卖的，吼。无，这有第1到第5册，吼。这是阮编的教材。啊，为虾米即个教材，迄个时阵会安尼编？有伊的历史的一个过程。有可能是迄个时阵，阮这编的人有阮家己的想法，啊，可能有的人嘛有咧写，吼，啊，就甲放入去，啊，甲铺排。伊迄其实教材的问题非常的多。打拼音就好啊，咱要用啥物拼音法？拼音的方式，国语叫啥物？国语的拼音叫啥物？迄叫做注音符号嘛。这嘛是教育部规定的，吼。民国初年的时阵，教育部规定的。即仔教育部嘛规定一个台湾闽南语的拼音方案，要互咱所有的人会使。照迄个方案去甲迄音标写出来，啊，安尼咱毋较有一个共同会使沟通的文字。无永存哦，老师你的迄个时阵的拼音是用啥物？啊，吐鲁巴，迄是教育部公布的，进前的。啊，我嘛学迄套，尾下伊甲废止，佮改做即个新的台落的方案，这是不得已的。迄个时阵吼，我学台语的痛苦就是，即摆佫有通用的啦，吼，佫有迄个吼民间的有足侪老师因嘛会出足侪套的，因拢会去送嘛。通用的佫有吐鲁巴，
搁有啥物，大家拢去杀伊家己迄套，吼我拢毋知影我要学啥物人呢？我真正学甲真正荒废倒呢。我到底是要学啥物人的啦？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已经有投入吧，老师你的。对，你含苦迄个陈兴国陈老师做的。我两个开的出版社。啊对，好，是。先讲迄个时阵开出版社拢是迄个做，袂趁钱的啦，迄咧做功德的啦，嘿啦。啊，毋过对阮后来的学习者足有帮助的啦，真正的足赞的吼。啊，讲到这是啥物代志？讲编教材。所有恁看到的，这拢是实验。大家敢知影？这拢实验啦。因为我嘛毋知我要甲囡仔教啥，啊无人甲阮讲要会使教啥。啊我讲我摕这来教，啊毋知影安尼会使无呢？我家己嘛无啥确定呢。但是呢，无互家长来投诉，我就认为有成功啊。因为即摆的家长足老豆的，伊若着啊无拄好，伊就来投。奇怪，我常常的都拢还好，都无啥物人来投。我就想讲，安尼可能着啊会使，因为无人甲阮讲啥物会使教，因为啥物拢会使教，啊啥物嘛拢无啥确定。所以阮迄个时阵拢算安怎土师啊，家己想家己对，啊家己讨论啊，几来个人做伙，这拢是教育局互阮钱，阮着编。高雄市着用即套，别个县市着用别个县市的册。我阁有别个县市的册，我今仔早偌济啦。恁咧高雄的，我看到恁的迄个介册拢嘛用恁高雄的，迄个风土民情。这是分林的，我嘛收集10年啊，这每一个县市因精装的，因出事的，我来讲，因这较贵，阮这较俗，啊，阮较侪本，因较少本。大家要比，大家来比啦吼，因为各县市会安尼比啦，嘿。安尼今仔日昆林的足欢喜的，因为我来甲宣传，安尼袂使，昆林的我要收倒来，我当要帮迄个高雄市宣传尔。这册爱幸我哈，这后摆拢做古董哦。这当我收集尔，恁袂使甲收集起来，恁当会使看迄个叫做迄个相片尔。我所以我讲做这个实验的意思就是讲，阮拢一边做一边咧学啦。一边学着一边去想看讲，有啥物通去改，一直进步，吼。目前着发展到遮，拄老师，拄阮姊也有讲，阮即个大姊有讲，有用着阮像讲来去高雄港啊，乱打狗城啊，这就是当然，这阮县市出的钱，我着爱用阮县市的即个景点，即马系土时，屏东嘛有咧编，其实台北嘛编足侪册哦，编足侪教材哦。台北迄个台北市嘛是哦，拢有哦，各县市拢有哦。只是恁可能无去注意着，但是阮做老师的人，阮爱有教材。无教材，你要用家己土想吼，足痛苦的啊，足歹教，毋知要教啥，你家己伫遐编嘛，毋知影编得好啊歹啊。安尼，所以尾啊，拢会是有一本册通去对，对了后，我搁家己去做一寡议量，去想看卖啊，看安怎发展。我等下甲各位报告我的即个发展的过程。伊即个阮的题目就是拢遮，当然我高雄市的我一定是介绍我高雄市的，因为我介绍阮的互囡仔知影嘛，这是一定的啦，好。我前3年伫阮学校咧做教务主任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培养阮学校内底的本土语的师资。我咧讲，若老师的师资无够，囡仔你讲要学甲偌好吼，无啥有法度。老师敢有重要？其实有啦，莫讲囡仔有法度家己读，尤其这台语，伊这算专门科的呢，你无有一个方法去甲伊引导引带，互因讲听读写。你讲伊要家己学，其实学无落来。厝内像讲你上你有要牵囡仔讲，佮加减仔囡仔伊会使接受。有的囡仔伊就讲，
老师我听不懂，对啊，啊要安怎？那我是老师，伊讲我听不懂，安尼要安怎？哎，翻译，来翻译互伊听。我着爱用国语佮讲一个较慢的，互伊听。我爱甲互伊有一个指令，即个叫做教学指令，教学的即个甲伊讲爱安怎做，我现在要你做什么。所以你讲若讲你要互囡仔学台语的过程当中，你讲 no Chinese， 敢有法度？可能迄个机会较少，因为你爱互伊一个媒介啦，一个。伊会使接受的，较去学另外迄个语言。你无像因为即摆的囡仔含咱英俊无共啊，英俊的囡仔食大清英，全部拢爱用台语甲爸仔母讨啊。你无你就无通食啊。我要食饭，我要食汤啊，我要10箍，我上后甲阮爸讲，甲阮母讲，妈我要10箍，创啥？要汤干啊？来，即摆阮做实验了后。做实验了后，出版社就开始出册啊。这出版社出的，这内底有老师你的文章，啊，伊钱共开的讲袂记，袂记你讲伊讲着有写伫内底啊。即本吼，这等下我甲关互咱基金会，即摆着后摆咱有话发展，这全台湾我买上济，因为其他的人拢无要买，因拢。迄个国中迄个时阵拢无开啊，对，拢伊个叫做单程的课程啊，拢无人咧买啊，我变的了。咱拄仔社团尔，无咧开假期。社团嘛无一定会甲你买册，当我要去送人，你知影无？我家己自编自写自买，嘛无要紧啊，因为即种册过去有做，即摆因金安伊就有一个底。伊就知影讲哦，我要安尼编，迄时阵我逐工拢编到3更暝半。真正吼，就是为虾米我想要做即件代志？大家你看迄个国中的阮高雄市的迄几本，你看起来伊是毋是已经时间有哪久啊？迄民国90年开始编的嘛。编到即个时阵104年，已经10几年啊！10几年，你若物件拢无换新吼，其实囡仔看到嘛无啥兴趣啦。我是安怎买啊？我会想讲要改变我的教法吼，就是我咧教迄吼，我着伫遐用念的啊。我念互囡仔听啊，伫遐念啊来，恁来读啊，像迄教国文安尼，作成教国文，结果囡仔无兴趣。伊会感觉讲，伊着看无、读无，伊着伫遐落啦，伫遐乱啦。我也痛苦，伊也痛苦啊，坐袂牢啊。我着咧想讲，我即马教安尼，囡仔哪会无啥要听？我着会想讲，我要安怎改进？我爱改变啊，无囡仔伊毋是一班两班啊，伊是定几若班拢安尼。阮迄时阵我拢教拢。几若班嘛吼，我着想讲我爱改变，我着想讲教材爱改变，教法嘛爱改变，老师咧教教法嘛爱改变，因为即种物件你若无互伊较活泼的吼，囡仔其实听无啥有啦吼，除了听无啥有，伊嘛无爱参与，尾后我着强迫因爱参与，我着用我的方法，我等下甲各位讲吼。因即4本，因其实有6本啦。有编6本啊，就是国12本，国2 2本，国3 2本。结果尾也当出4本尔。为虾米？国3绝对无人会买，连我都无买啊，伊就无出版啊。伊是无出版，因为可能国1、国2卖了无好啦。全台湾应该我买上济啊，我毋知要毋知几万箍去啊。迄册一本文啊几贵啊呢？要买迄个出了后，因即啊，所以咱若准讲，惊讲无教材，国中有9月份就会有教材，毋免到9月份，3月份伊就会审查若过，伊就会使互大家看。爱选啦，即马就拢已经咧审查，因已经拢送信嘛，所以因我即马无变啊哦，我即马无啦，因为。阮教育部的工课文仔介济，我看无迄个时间。迄个时阵，
较少年时间较济，啊较运较耐操，即马已经无动啊，无动头啊，即马无法度吐伤暗啊，嘿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迄个时阵，伊有邀请我去编的时阵，我的想法就是讲，我要编一套，互囡仔有较新的即个教材会使使用，啊，互老师有较好的一个听数会使去教去对。啊，老师你要对册教嘛好，你想要跳脱出来，想要另外用教你家己的，敢会使？像后壁你上你若对数学较有兴趣的，我凡是我会使看领翕，就是讲哦，甲台语含数学做结合，无一定全部拢爱教台语的物件。咱嘛是老师有哪会使自编啊？无一定全，因为咱台语像拄即个大姊讲的，啥物嘛通好教嘛，参社会生活有关系，拢会使教。这课纲内底就是安尼写的，伊就是会使教社会甲生活的，因为语言就是社会甲生活啊，对无？啊，等社会甲生活你拢附入啊了后，你就会使甲正做文学。吼，老师，咱迄个食的言语足济啊，不离啊济啊，食的啊，吼，啊无着人生的，这拢是言语内底有足济人生的结合伫内底吼。一个某较好，三个天公祖，吼，这是正面的啊，是负面的。正面的啊，啊，我真可怜。对，啊，无人讲，迄个带着某大姊着坐金高椅，啊，这嘛是有哪是古早人着知影讲，哦，听某喙是嘛真好诶啊，大富贵诶。啊，我即摆拢无趁呢，拢无大富贵呢。阮某讲啥，我嘛毋敢讲袂使啊。系啊，所以古早人讲诶，毋知有道理无？有啦，拢有道理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哦对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即个迄个9年一贯诶金安编出来了后。即马，国中生、国中的老师又搁需要教材啊，啊，因就有经验啊，所以我讲的迄种实验，我家己嘛咧伫遮做实验，实验了后，伫个教材内底嘛做实验，啊来即马12年国教实施了后，咱国中拄啊好要实施啊，啊因就有应尽的经验会使参考，若有人研究迄个教科册的人，伊就会。国中的教科册，伊就会使甲即种物件摕来做一寡研究。阮迄时阵要登稿的时阵，要找写稿的老师啊，文章迄嘛真找的呢。因为你搁爱适合国中生看有诶，啊，搁袂伤过难，啊嘛袂伤过简单诶，迄还搁爱生活上诶。老师你会写单路、盘手、手信吼，这就是拢。囡仔伊可能拢用会着的，然后我若要去啥物人因兜，我甲阮囝讲，你去人兜坐，你嘛上无早一个饼啊、糖啊去，通恁的同学分享，你莫两手空空着咧去人兜坐安尼，较无礼貌吼，盘手等路，这就是有哪算一个生活上的礼貌嘛吼。好，啊来，这就是课本的即个封面。这我本来搁伫遐甲翕的吼，啊来我搁有去参加足侪种的比赛，啊我102年我有得到教育部教师组的散文的迄个叫唱伫水底的爱。来老师，吧，迄个你上，我选即个题目就已经有意思啊。我去写唱水的，我为虾米要写即个题材？唱水，大家有唱水过举手？你有哦？迄个对啊，唱水啊！啊，你是算伫水内底，10公尺的还是20公尺的迄种的，还是用迄种浅的啊、浮潜呐，吼。啊，搁拄啊，啥物人有唱水过？你嘛有？啊，你几公尺的？浮潜。浮潜吼，我是唱水唱去海底。啊去，我参加迄救灾队，要去护尸体。因为吼，因若有出代志的，你着爱有人去。我算参加红十字会，啊，所以阮着爱训练。
啊，我内底就写阮迄训练的过程，我想藏伫水中的爱，我就是藏去水内底，要去甲迄个伊迄个人找出来。啊，迄对家属来讲是，甲伊讲人无去啊，我嘛爱看到伊的尸体，伊走啊，我嘛爱看到伊的尸体，我较会使处理。啊，所以迄个过程我甲写出来。啊，我为虾米要选即个主题？我就是要现代化，你敢知？我要想要写咱现代咧做，现代人咧做的物件。第一名，伊咧写过去农村的迄故事，写甲足好诶。但是我较无迄种经验，因为我算都市囡仔，迄农村的物件我拢袂晓，所以我看到迄我嘛无法度写。伊写讲迄甘蔗的。伊对因爸仔母咧做实的迄个感情咧，足澎湃的感情咧，写了足好诶。但是我感觉迄就是较过去的即个事件啦。啊，以外咯，我就要现代化。拄啊，我就回应你的话，我就要现代化。所以我的感想内底，我有写讲，我就写讲，咱即摆的台语，啥物拢会使写，无迄种袂使写。哦，火箭都会使写啊，对毋对？啊，像我即摆咧教讲上火星，火星就会使教，哪有啥物袂使做诶？当有咱咧讲诶话，可能无甲遮尔完整，咱会使用英文来表现啊，因为伊本来就是英文诶原文。专门的即个名词，专有名词，迄就是直接用迄个。恁这地方嘛共学的啊，沙龙嘛共学的啊，嘛是法国的嘛，迄是法国的迄个文化的一部分的嘛吼。所以这文化会使互相。透纳的是无问题啦，咱互相学习啊，咱含日本人的文化嘛是有一寡是相共的，好的咱就会留嘛。咱讲日本人有礼无体，对毋对？啊，因较无体的所在，咱无做安尼，啊，毋过有礼的部分咱甲学起来，这是好的部分嘛，吼。吼啊，所以我其实已经是有意识咧做即件代志啊。我毋是想着啥做啥，我是有意识咧做即件代志。我今年嘛有投稿，我若有投稿，若准讲万一有对啊，无对是正常诶。即种比赛咧对名足难诶，因为啊，有啊，而且伊2年开一届，啊，我今年做诶是小说诶，我用几故事，迄是算讲半真半假诶小说啦。啊，若有对，我较搁含恁分享啊，吼！啊，你会使搁邀请我一届啊，吼！无，因为我今仔日来遮，我是感觉足荣幸的，因为阮伫南部吼，要一段路，要参与这，像恁安尼遮尔有法度定定来聚会，这足无简单的啊！我有迄个荣幸会使来遮吼，我感觉足欢喜的，我即礼拜。偌欢喜的，拢困袂好咧。哦，我赶偌济物件来，就是我足济物件要甲恁分享的啊，罔讲罔听啦，吼。好，啊，我就是，啊，即摆拄啊，这，来我，吼，有看到哦，好。啊，这空安囡仔的记忆，这是写我过去细汉的时阵，伫个迄个。伫咧过这马路用撞的，牵阮的我的朋友啦，囡仔伴啊伫遐撞的，就啊去互车弄着。啊，阮母也我伫遐意识足无清楚的时阵，我就听着阮母也伫遐咧哭啦，哭讲哦，迄个医生啊，你爱甲伊医好啦，开偌济钱拢，像咱搬电影安尼啦。搬电影无？嘿，搬电影像搬电影安尼，共款一模一样，一个。阿母也伫遐咧哭，咧叫讲爱甲即个囡仔救起来。啊，迄个时阵是弄一个可能脑震荡啦。啊，我即摆阁有一个去的，阮迄个去着，阁伫我遮。我迄工我阁甲阮母也讲，妈，我细汉去用弄着迄件代志，我也写做文章啊，有着顶咧。哦，啊，即种代志你也咧讲哦，你空阿妹你，对啊，哦，迄个时阵，啊，这一个。
这就是已经我的过去的记忆啊！这我着甲过去的记忆，若要写文学，也是要叫囡仔写，就是甲伊发生过的代志写出来。伊上有法度嘛？你要去用想象的，伊可能无有法度，但是伊若讲伊发生过的，你叫伊写起来安尼会使。像因这，我感觉这嘛真好哦，因为伊迄个是因设定的，就是国中、高中生的会使适合读的。这爱去想一下啊，因为有当时啊，咱用的字若较深，囡仔可能看无，伊听无啦，连空音无范式，伊毋知影听有无。囡仔敢国中生敢听有空音？真古早，这术真古早，真古早，这个要讲咱是安尼老师我未到70岁。你有学你较专门。哦，毋过伫我的生活中，这算。我迄着爱厝咧讲。有啊，我感觉讲，阮母也定定问我，骂我你空暗老爸，你甲囡仔吼无好穿衫。你母也是人6、7、8。对啊，6、70啊，70几啊，嘿啊。我看到第一篇信吼，迄个讲迄空暗吼，老师来教囡仔迄个东西做老的吼。你头到尾人空安，空安，无闭口啦，无闭口。哇，安尼，所以空安，空安，我无听。哇，安尼哦，哇，所以真正啊，所以。真古早的安尼哦，哇，安尼无猜我伫遐想讲这遮尔。哦，安尼真好啊！我对甲阮母啊感谢一下安尼吼。啊，这算讲。我若写落来，上无即个词，伫遮伊若有看到，伊会搁往看啦。啊，因为伊若真做一个教材，伊就会去教嘛，吼。内尾啊，我搁有参与即个咱即个教育部的足侪计划，吼，就差不多即摆我咧进行的物件，吼，好。然后呢，本土语伊的政策的过程是安尼，差不多34年公布了后，38年戒严，然后呢，到民国76年了后，较解除即个戒严令，差不多有38年，咱拢活伫咧即个去用限制的即个过程内底，吼。45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讲国语的。运动就像咱常常讲的，拢袂使讲台语，啊，着爱挂狗牌啊，罚钱，这咱拢有当过的，敢是？好。然后呢，伫个76年的时阵，86年，迄个时阵国小就有乡土教学的活动啊。迄个时阵乡土就已经入即个。算讲国民小学的课程标准，迄个算讲国编本的、国立编译馆的即个册内底，就开始有即个乡土的教学啊。85年开始实施，这是国小的。国中的83年讲会使有认识台湾，迄个时阵嘛真差的呢。迄个时阵一部分的即个政治人物，因认为讲这。拢无迄个中国的意识，拢改做台湾的意识啊。安尼因认为无好，但是阮着拢感觉安尼足正常的啊。无我永准背迄个啥物啊？有水鱼汤，搁铁路啦吼。我永准拢爱排迄铁路，对倒坐到倒，安尼白，背迄，毋知影要创啥物咧。哦，伊想讲有一工会反攻大陆啊，吼，反攻大陆啊，结果拢无啦。然后87年开始，就有正式的台湾的乡土的教材来咱来看。伊就迄个时阵吼，你看有即个乡土的教材啦，吼，迄个时阵甲闽南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拢做必选修的，每9年一贯。国小生拢会使选本土语，我毋知恁的囡仔永存敢有爱选着，吼，我当然是互阮的囡仔去选即个闽南语啦，迄个时阵国中叫做单成的课程，
国中是单成的课程，吼。然后乡土改本土，为虾米？课纲内底甲乡土改本土，大家想看卖啊？为虾米？这个时阵就爱我来送红包好啊，送迄个。新住民都这个你有写啊？我烫一下衫，愈讲愈热。你算嘛？哎。因为吼乡土较细啦，乡土袂输讲呾有即个伫个庄卡较会使讲的。咱这本土是所有甲咱台湾有关系，拢会使叫做本土化。本土化会使含国际，是算一个相对的名词。国际化本土化，咱本土咱足侪物件就用咱台湾化的物件，本土的物件。来呢，就乡土改本土，来本土就有本土语言，吼，即马就有即个本土语言。然后呢，来看，咱来看英俊的册，哦，这英俊的册，这国立编译馆编的，这拢是大中国的思想的较侪，台湾的思想的物件较少，这是毋对的嘛。咱直接食台湾米，啉台湾水，骹踏台湾土，你拢讲大陆的，这哪会对？哦，上无伫我即下，我已经拢有即种意识啊。当然，新的一代囡仔，像阮兜的囡仔，伊即马高中生啊，伊完全嘛无想着讲伊要跟大陆有啥物交叉啊。伊就是迄叫做啥物天然毒啦。天然毒啦，伊就生落来，伊就是认为家己就是台湾人啊。除非伊的阿公辈还是爸爸迄辈，伊是外省的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凡是阁有即个想法啦，吼。好，这内尾也就有，民国80当年开始就有即个认捌台湾的物件出来啊。这是拢英俊的历史啊，英俊的册啊，吼。迄个95年写一纲多本的教科册，就有高中就有独立做一本历史的册来教材。内尾也有一个台湾主体的教育。好，来即马呢，教育部公告，伫个103年，伊公告一个新课纲。咱新课纲是伫108年开始的。即马110年啊嘛，所以国中已经行一轮啊，新课纲已经行一轮啊。108、109、110年，即马111啦。伊即马已经，若用着新课纲的囡仔，已经念就是国中毕业啊。伊就要上高中去啊。明年度的国中生，伊就爱上一学期完整的一年。国一的甲国二的，伊拢爱上，就是111年开始。那9月份开始啦，我伫遐讲甲花洒洒。9月份开始啦，即摆已经111年了。伊即摆咱的课纲内底叫本土语文，伊毋是本土语言啊。为虾米？伊的迄个文，就是兼顾着文化、文学啊。伊迄个文的意思就是安尼，伊就毋是单语言尔。拄仔咱有讲嘛，咱要教囡仔啥物？生活中的物件、文学的物件、文化的物件，所以即个语文是比语言的范围搁较宽、较大小看。这是伊整个政策的演变，这拢送去处理的，拢咱台语界的教授、头人。因遐有咧参与即个教育部的计划，老师恁过去嘛拢有努力过，咧拍拼过，这就是拢。有啦，我无啦。有啦，拢有啦。其实我讲这教材，老师你编的迄册，对阮这后一代的新的老师敢有影响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你咧研究要甲保留落来，这是无简单的问题，迄收一偌久的呢？好。来，来呢，即摆国小的部长，
因着拢爱选一门课来修。啊，国中即马对今年的9月开始，因着拢爱就伊想要选的册，想要选的语言去选，看闽南语啊、客语、原住民语，搁有闽东语。伫个马祖遐，马祖遐，迄是较特别的，因嘛爱保存啊，伊嘛算咱台湾的囝呢。啊，搁有一个台湾手语，台湾手语迄是要保留迄个算讲听无的吼，朋友因爱甲迄个手语保留落来，因为咱台湾有咱台湾手语的用法，叫台湾手语。啊，有外国的无共的做法，因要保留因家己的台湾手语，这算讲尊重伊啊，尊重因啊，迄意义上较大啦，意义啦。真正有要学的，可能会较特殊的囡仔较会去学，也是讲对这有兴趣的囡仔去学，这有可能。反正因的爸仔母是安尼，啊，伊是正常的，伊想要学，这嘛有可能。这原则上就是甲伊尊重哈，伊这是安尼的过程。好，啊。国家语言做固定的课程，为这个国家语言最近就是因为110年2月，为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，这是文化部修的这个法律，修了后，教育部根据这个法律去甲伊的课纲搁做一个修改，因为伊爱合法啦，啊，所以即马就有。甲即个国家语言放在即个教育部的课纲内底，所以今年度的9月份，国中较需要伫个1年开课，明年度就是1年、2年拢爱开课，安尼，这整个政策的过程，安尼有了解啊吼？哦，不离啊长啊，要修，哎，这拄仔拢讲过啊，哦，好，安尼大概是安尼。啊，即马教材的部分，即马大家看过啊。来，老师，啊无，李上你看，迄个时阵，迄本册内底，阮已经有规划讲爱用现代化、多元化的理念来编。这104年就有写。啊，即马现处是111年，我的想法嘛是无变。若准讲我有机会要编教材，还是要教册，我就会甲即种想法放入来。对，针对即种的想法，毋知影李上你有啥物看法无？像我是感觉啊，咱即摆的教材啊，因为阮查某囝啊，即摆是小一，啊伊，安尼你看我带。对，啊，样个因的教材，我还停留在我留伫做基础的，阿公老早、阿嬷老早，啊伊，我想讲，我带伊出去。买饮料，像迄珍珠奶茶，阮就直接讲，珍珠奶茶，像珍珠奶茶即种事，应该就爱编伫教材内底。啊，脸书你即摆安怎讲？脸书。面册啊。面册，啊嘛有，前一阵啊嘛有人讲当面册呢，啊尾也是安拢变做面册。因为我是看迄阿伟老师也是记得。是，对。所以你若珍珠奶茶，若大家拢讲，你也承认，伊也承认，伊就会编入去教材。但是我即摆若还袂成熟的，无大家拢做伙安尼讲，我就甲编入去教材，换我互徛。就是讲，啊，恁是安那即个词本来就外来语，也是新的，你是安那就甲人用入去啊？敢有人安尼讲？区老师嘛无人安尼讲啊。除非就是有足侪人慢慢啊做一个共识了后，伊就诚做咱家己的话啊，诚做咱台湾话的一部分。面册就是一个足好的例。啊，即个要安怎讲？啊！你看人少年仔，因就拢已经甲诚做伊的生活语言啊，骨齿、骨嘛、花束嘛、骨、直翻嘛，会使。啊，讲了齿啊，会使啊嘛成啊。啊，即摆我咧听，应该骨齿伊的迄个流行度较悬。咱语言是活的呢。尤其咱即摆阁遮侪人阁咧使用啊，伊是一个活的语言。你若足侪人咧讲面册，
10年前讲面册，毋知影人会接受无？即摆你讲面册，大家嘛知影面册是啥？故意伊就整做一个咱咧用的语言，这爱有人去讲。迄个时阵，洪依林老师伊就讲是叫做花树木啦、花丝木啦、花师傅、爱来翻译做花树木、花丝木啦、花树克的树，迄个茶的迄个木，花丝木。结果无人接受即个翻译的名词，伊就冷去啊，伊就委去，就较无人咧用。面册即个词就调咧啊。咱的语言应该爱安尼发展啊，就是侪人讲了，伊成做一个约定俗成的即个做法了后，伊就成做咱家己的语言咧。无你的迄个叫啥物？你咧喷水，摕一支水管咧喷水，迄个叫啥物？护树管，是安尼你会叫护树管？因为细汉时阵，伊安怎来的？伊是外来语呢？伊是外来的语拖拉库是安怎来的？这嘛是拢英俊的日本话留落来，你即马诚做咱的语言，你袂感觉迄是外来语？但是你若总讲有读册，有去考考过，你就知影迄是外来语。这就是讲，拄仔你讲的，迄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啊。这个问题已经教育部有甲这种名词的翻译吼，伊有请这个大学教授去研究啊。伊叫做学术的对译、学术对译，这是有的。迄个闽南语、客语、原住民无，闽南语、客语拢有。伊这是一个专案，但是一般人袂去注意到这啦。除非像阮呐，爱去编教材，我爱去看种这咱国家诶，咱遮教授伊是安怎做翻译，伊研究出来是安怎。啊？都会当，你讲老师。你著查闽客语的即个对译，学术对译，就有啊，迄就 PDF 档，有 Excel 档会使下载。好，其实会使讨论的问题足侪啦。当然，咱的即个主题叫做沙龙有嘛，沙龙嘛，即个名讲做好个沙龙，就是咱要互相讨论。咱人的知识就是伫咧讨论，即个开讲当中去传播，这本来就是一个过程，若准讲伊有学术上的即个迄个基础，伊就成做伊一个学术的理论，就调咧，就会使去摊开啊，老师迄本册我阁有啊，我后转后来我摕来互你签名我有够欢喜的啦，来。来，这就是伊的，恁看阮第4册阁用好基号上火星主题。这海洋的风，这个叫做夏末南波安，这个是夏末南波安，伊是一个原住民的老师，原住民语。伊伫个毋知绿岛还是迄个兰屿，伫个兰屿遐，伊写伊伫个海洋对海洋的即个想法。伊迄个想法参咱的闽南，咱河洛人的迄个想法、迄个思路是无共的。我感觉伊文仔写了袂歹，所以阮就甲翻译做台语。毋过安尼差一开啊啦，因为伊本来写的迄种想法，其实伊应该用啥物写上好？用伊家己的母语写是上好的，但是伊是用国语来写。阮迄个时阵是想讲吼。迄个即个课文的迄个种类较侪种的，所以阮有甲翻译。但是若叫我定做，我袂安尼啊，因为咱台语就足侪文章通咧选的，我哪会阁要去选原住民的？但是迄个时阵的想法是讲，互伊较多样化。这每一个时期有无共的想法啦，这无啥物对也毋对，这只是迄个时阵的选择。你敢有揣着？有吼，对。所以伊客语甲迄个闽南语拢有，你会使参考看卖安尼咱咧讲的时阵，就较在胆啊，就讲讲出来这安尼这有人做过啊。好，大家想看卖啊？
恁敢知影好基号是啥物？好基号上火星，大家敢知影？啊，最近上火星叫做月历号、毅力号。啊，大陆啊，因嘛是有一台有一个啥物，毋知啥物号吼嘛，上火星啊。咱人的科技已经拢到外星球啊。咱的囡仔嘛爱对咧进步，老师嘛爱对咧教嘛爱进步。啊，毋过即个较可惜的，伊是伫第四册。第四册就是国立的下学期。你若老师照迄个课本的编排安尼编，要来教到第2年的后学期。基本上我看全台湾啊，我咧教呢，因为无有迄个时间啊，而且我是调工佮选一个我今年度我有意识的，我调工的我要选一个出来教，因为我要互囡仔知影讲台语嘛是会使教迄个科技的物件，我无爱互因拢去学迄个可能华语的物件尔嘛。因为华语的物件，文言文毋是歹啦。我是讲咱强用咱的祖先的文言文毋是歹哦，只是讲伊迄是算讲年代足久远的，迄互华语国文课去教就好啊，国语课去教就好啊。啊，咱当然嘛是会使去吟唱迄个诗词，这是无问题的，用台语去吟唱会使。但是伊的发音语言爱另外咱爱搁去老师爱搁去准备，因为吼伊迄发音有当时啊含咱口语的白话讲话，咱咧开讲安尼足自然。文言音伊着爱搁另外去开课，这着爱有人去甲伊写迄个发音出来，安尼，迄个大概是安尼啦，教学的部分是安尼啦，吼。啊，即摆讲着先课讲，就是讲我即摆咧教的物件，这是我上课的 PPT 哦，我上课的 PPT， 啊，我即摆就甲恁教一解，好毋好？用1分钟来甲恁教，吼。迄个我着甲因讲哦，火星伫咧倒，哦，啊，再甲因讲，这水星、金星、地球，你着用，你念的伊着知影讲，台语嘛会使安尼念啊，对毋对？无啥物问题啊，吼。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、冥王星，安尼照安尼念，咱咧念，我有准备过啊，无嘛是爱下落当时爱念甲客啊。所以老师家己嘛爱进步，老师若无进步，囡仔要哪会进步？我每一个拢教即个会使啊，但是着每一年拢教这我也有哪会野线啊，我着想。哇，有兴趣诶！啊，目睭听甲外紧啊，注意甲听。这个可能小1、小2啦。哦，伤难哈。我跟你讲，囡仔吼，阮咧编课是安尼，叫做共心圆、同心圆理论，先对家己，较去咱的厝边啊，恁的爸爸妈妈啊，咱的厝边头尾。啊，亲情50，啊，然后较去扩大到迄个社会、地球，啊，即摆扩大到宇宙啊，啊，这慢慢扩大啊，因为伊一定是对自我为中心，啊，较慢慢去探索即个外口的物件，这是一定的，哦。有兴趣啊，囡仔听讲耳仔拍就对啊，啊，我着甲因介绍这啊，用台语甲因讲，大部分用台语听无，我搁爱。甲因问问题，像我安尼甲恁问问题，互因写功课，啊，甲因讲这降落线，搁有一个叫做六角线，这嘛是迄个日本话来的，我着会小可甲因讲一下，安尼啊，甲伊看影片，啊，甲因介绍讲这是啥物价值棒啊，好奇号啊，天空的启动机啊，若袂晓的，毋是启动哦。启动机，这是当然是直翻啦，这无相对应的台语，我袂晓啦。敢有郭老师，起重机的台语，我可能爱搁找啦，无要紧。啊，这若袂使，咱用国语嘛是会使，毋免讲。铁人哦。天车哦，啊，毋过安尼我惊讲，因为咱若差伤济吼，囡仔毋知伊会去。
伊会去混着去无？有影无法度差伤济，迄字面上，咱爱去找一个相对应的，拄啊像你讲的，迄着爱搁去找。啊，这毋是重点啦，重点是，当然语言是一个部分，但是我是要互伊知影整个的概念，吼。啊，上课你看啊，囡仔伊会回答，因为因爱摕分数。因若准讲回答的时阵，因即组，恁即组5个人伊就会加分，啊，即组3个人会加分，安尼，啊，因尾也会使加分，伊就懵好啦。伊嘛希望因囡仔伊若了有兴趣，伊懵好啦，懵写吼。啊，这阮同事啦，所以我摕伊这来无版权的，较无要紧的。啊，我叫伊来阮班上吼，互伊看讲作者啥，安尼，知影伊个庐山真面目吼。啊来，后囡仔因会分组，吼，我即摆拢互囡仔分组，你若一个安尼，伊拢无要讲，啊你若分组，因就会加减仔会讨论，因为因我算分是算规组的分数。啊，迄个只要有去我个课上过吼，我咧上课，阮班拢足差到要死。啊，毋过差毋是无好呢，伊真正有咧讨论啊。啊，伊若种我拢伫遐吵，我就过去讲，你有咧用无？有啊，老师，我咧讨论呢，我们在讨论呢。伊会安尼讲，吼。啊，叫因念一寡课文，这拢台语的哦。这课文这拢台语的，伊叫伊念，伊会使呢。咱若叫伊安尼念，伊你爱对伊念啦，吼。天顶对，歹势。伊讲安尼，天顶有时光，有时暗。夜头真足梦，吼，安尼伊开会使念，我若对伊安尼念，伊会安尼慢慢啊念，行啊会使。莫讲因拢听都歹，其实有甲引带引导，加减啊会使。这是这20年来，我感觉囡仔真正有进步，毋是讲无，因为伊有入迄个课程内底，啥物人占着课程，啥物人迄个科目，伊就是较有力。伊就是有人咧甲伊教，这是一个是安那，逐个人拢讲咧，伊个课要加一节，伊个课国文的讲伊要加一节，英文嘛讲伊要加一节，为虾米？伊有加时间，伊就是加好啦，对伊来讲啦，好啊，我着搁用一个学习单，这囡仔有诶，你看甲我画，这毋知是啥物外星人啊，这因囡仔有诶啦，啊无要紧，就是互因发挥尔，无啥物对啊毋对，啊，这画了袂歹，啊，这画甲毋知这啥物碗糕啊，这互因发挥伊的想象力啦，这 OK 啦。啊，这画这咱像迄啥物，这嘛毋知影，啊，着凊彩印啦，好神嘞，好神滴着眼睛开开看，我嘛毋知，啊来着甲因讲艺术好，搁互因放迄影片，因着才有兴趣，因为我嘛是安尼甲问啊，你敢知影这？艺术课是啥？因讲伊毋知影，啊！你敢有看过伊伫咧顶悬的影片啊？我着放互伊听，放互伊看，啊！因着该专心啊！我会甲问我会甲问问题啊，互伊会使摕着分数，好，啊来着安尼真好奇，啊，甲因讲伊的结果，互因看这，这其实我要教即课，我家己有哪准备教的啊，要做准备教，有哪是，嘿。这我设计，我要叫伊甲课文的内容，含好奇号的构造，甲伊结合起来。我还袂讲的，因着伫遐写，伊着知影讲伊要设，我这设计就是要互伊去斗嘛。讲即个伊有即个通讯的天线是要牵倒一个斗做伙。因家己去斗呢，我还袂讲的啊，我还袂下指令的，伊着写啊，因为已经知影要安尼啊，伊即种的摕着这，伊这写好，我着会有分数，迄着是一个过程，教学的过程，你看，开始家己咧讨论啊，我着讲，恁讨论看卖，就开始写，这嘛毋免伤过讲，互因听火车的声音，这教学的过程，因会念，来去火星大。好，来技术，这是为虾米有即种内容呢？要互囡仔看图讲话，因为考 A 级的有即种的题目。阮的迄个时阵的设计就是囡仔伊若读了，伊会使去考 A 级。我相信后摆会行即种认证的路啦，
好啊，即摆疫情搁开始啊，搁有山顶的啊，我著有设计山顶的任务，互伊去找物件，去网络顶悬啊拍分数，吼。好，啊，恁敢有做好奇的？这就是一节课、一课、3节课的过程。啊，这我的教材吼，这不哩啊济呢。时间的关系，我著互大家看讲哦，这个各县市伊拢有家己的教材，哦，原住民嘛有，啊，这阮永存做的物件嘛是拢网络顶找有的，哦，啊，教学的方法，这是我咧参别的老师分享的时阵，咧做种囡仔上课的现况哦。因上课就是差不多是安尼的状况，嗨。啊，我就是针对讲听读写去甲囡仔设计课程，互囡仔会讲、会听、会读、会写。安尼因着逐项拢爱学着啊，伊若无学着，伊就是伫个过程一直溜，伊着完成伊的能力，哎。好啊，我有哪有囡仔讲的时阵介绍因这应该是新住民的，吼介绍互因家己介绍因的文化，这算尊重多元的文化啦，吼。啊，我有囡仔唱歌啦，吼，歌谣，我唱《望春风》，因囡仔会晓唱哦。啊，即首因袂晓，因毋捌听过即条《望春风》会，啊，即条大人会晓唱，囡仔袂晓。哎，阮若拍开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。好，来100分来，送你100分。赞！哎，大家老师拢会晓，但是囡仔因可能较毋捌听过，咱着爱甲教。哎，这啊一支小雨伞，我着参囡仔因有听过，哒，互因。有哪唱甲真欢喜的，伫这系啊，都趣味安尼啊。算讲我无爱互因讲，当会晓听即马现代的一寡歌，我嘛希望伊会使听咱一寡咱家己台湾的真好的歌曲啊。我用乌克丽丽甲因上课啊，即几个伊讲因家己要唱的，伊就对我唱歌安尼啊。一节课尔啦，但是伊嘛趣味啊，啊，互因读新诗，这爱考试。这李金华老师的布袋戏样啊，行路有讲话生动，会走会撞，然后武功买拓剑功，我着爱互因有迄个表情、声情，吼，啊会晓念，啊来考试。大家若有用台语来念，着90分以上，啊拢会。一般的啊袂晓的，你着叫伊讲国语嘛无要紧，你有来讲，上无你有迄个态度，有要来学，我着互伊分数，吼。咱做台语老师。甲闽南语毋好伤过酷刑，咱爱较人治的，吼，互因较好的分数的，吼，好，啊，这是因的写作，啊，这着写后壁写屎人，吼，我讲叫伊毋好写着屎的，因拢足爱写这个，吼，这囡仔无法度，伊写我会阁叫因订写，不要写这个，啊，我拢叫伊写正面的，吼，好。啊，因为时间上啦吼，我就是通大家做一个结论。我希望咱后办的教学，拄仔曲老师嘛有讲啊，咱爱有即个国家的即个尊荣感，咱用咱台语，用咱本土语言，咱爱感觉足有迄个足有自信的。咱袂使感觉咱讲家己的母语，像我85年、81年去。来咱师大读册的时阵，讲你会讲来吼，我即摆会使讲对，我就是会讲来的，我南部来的，我讲台语就是我的母语，我大声讲，吼，这真好，我有这个自信，我即摆有这个自信啊。永存可能较无，讲真诶也是安尼，因为个社会的迄个气氛无啥共，吼。啊来呢，就是希望讲拄仔面上你有写生活化、现代化，这嘛是即马咱台语界有即个看法啊，嘛是有即个想法啊，爱生活化、现代化、科技化。足侪囡仔因像因这少年辈的，你看拄仔伊安尼一查就有啊，我嘛爱查足久呢。因这去查一下，啊资料就叭拢出来。这是因的优势，但是因的弱势就是因训练较少，各有好处啦，吼。
然后希望讲即个国家语言的学习力会使像拄仔老师讲的，较侪人参与，互因去参加囡仔参加认证，会使优待，会使去表扬。安尼，咱的本土语言就会使伫咱即块土地呢，永远定根，代代相传。安尼，刚好。即个问题足好，我念一下吼。伊讲国中、高中台语课可能会拄着学生的程度好歹呢天差地。安尼要安怎处理？要安怎？要安怎去应用处理？有诶伫咧国校啊，伊无学诶。我诶解决诶方法是，像拄仔大家讲诶，无毋对，分组为虾米爱分组？分组就是讲恁即组可比恁进2、3、4个人一组，我做伙分数互你。可比你较袂晓讲，但是你可能较敖写，你讲较袂法度。这就是牵涉着教学的策略啦。像我互恁遮一组，恁3个一组，恁几个一组，恁几个一组，我毋是黑白分的哦，我是先互因感觉伊家己的程度是安怎，我就讲你感觉你的程度0的，我互伊家己感觉，我莫甲你分。你感觉你程度，我当分5级尔，5级的第5级的，你会晓讲会晓听，佮会晓对答的，这就第5级。第4、第3、第2、第1，嘛有人伊要徛0的，我拢尊重伊，安尼较袂去造成讲，老师你甲我讲你甲我讲我程度歹，我就无爱学啊，安尼。我家己学，我家己感觉的，感觉了我较佮甲因拆开，这叫做意识化分组。二级化的分组，这就专有名词啊，这硬翻的啊吼。然后甲分组了后呢，我就互程度较好的做组长，毋过我会换。到第2个月我就换第2个做组长，第3个月我换第3个做组长，安尼。安尼有啥物好处？每一个人拢爱去为着伊的迄组的分数打拼努力。像囡仔伊为虾米伫安尼开始要写作业啊？伊知影写了伊就有分数，伊就完成伊就有分数啊。伊已经甲转化做分数。然后呢，我嘛毋是拢叫组长出来尔，我拢用抽扣仔的，我拢用迄18啦，用迄个掠豆啊。3号来，恁即组你是第1、第2、第3号，你3号你一定爱出来讲互我听，较有分数。用台语讲，我就要甲你加5分。就是我用抽的啦，我袂每一件拢互一个人出来啊，因为安尼吼，因拢会派迄较厉害的，我拢用抽扣仔的，我无就用也18啦，安尼。所以安尼会造成一个现象，就是讲迄组因拢等于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去用叫出来写，还是讲，还是读，嘿。就看我迄个时阵设计是啥物做法，我就每一组的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去互我叫着。有当时伊讲，你较甲我讲你出，袂使，一定爱叫3号，因为我已经点着3号啊。袂使，伊袂晓讲来，你倒去问伊，因为伊会晓讲，嘿，对。伊就等于伊爱甲教，伊爱听，伊出来就伫咧真定啊。我今仔日要去。西啊，哇，直直啊讲袂出来，无要紧，你爱好讲。咱做老师的人有一个足重要的，你袂使去笑囡仔，你安尼毋对啦。吼，来，嘿。讲足古锥的。真好，袂歹，真好。来，我叫讲一件好听，我今仔日要去西啊湾来，你念一件吼，安尼，你袂使甲囡仔，你爱互伊信心，因为有当时咱吼足敖啊嘛。结果你小看迄面像安尼，伊囡仔会惊着，所以就尽量拢爱甲囡仔鼓励，这是我教学的经验。你若甲笑一届啊，伊后一抓伊就愈担伊久，伊就无啥要讲，伊就靠，要安怎讲啊？伊就有的囡仔伊会放弃，我袂互囡仔放弃，我就是拢一直搁甲伊讲，一直讲我就有当时像迄个唱歌啊。我拄仔咧唱迄个
一支小雨伞，迄有一个囡仔上课拢咧困哦。啊，唱歌的时阵，伊会晓唱，伊就讲来，老师我要唱。咱两人做阵影，啊，伊就对我唱，啊，伊嘛唱台语的，无介标准无要紧，但是你有参与，我感觉足心情就袂歹啊，因为伊拢咧困嘛，啊，你唱歌伊有，等于讲即个伊有兴趣，伊就猛唱，迄条歌伊可能有学过，啊，对歌曲内底去了解语言，啊，去了解文化，我感觉安尼嘛是真好的一个部分。对囡仔来讲，为虾米？我歹势，我会切。为虾米会汉字较侪？因为对台湾的囡仔来讲，因看即种字，伊要直接甲翻译，也是直接甲看做台语的音，伊是有法度的。因为伊从细汉，伊就应该讲就对小学开始，伊就拢有咧练习啊。啊，等到啊对台罗的即个罗马字来讲，因打知影要安怎拼音，但是你要叫伊安尼看，可能无遐尔啊紧啊，这是事实啊。所以我知影咱迄个基金会伊遮伊就会足侪用字，伊就拢会加上即个罗马字的写法，伊就是要互即个正白话字的部分，伊有哪会使互看的观众的读者拢会使去读到这台罗字。我感觉安尼是一个真好的做法，嘿。就是咧想啦，因为若是讲2003、2002的时阵，就是政府要推实即个双种语言的双语的政策嘛，啊。其实会使双语，会使英语甲台语嘛，啊用台语，用台语教汉字啊，就是用台语去教汉字。对，啊一部分的课是教台湾的学生，用英语教嘛，啊一部分的课是用台语教，啊用台语教汉字啊，啊就安尼，就是感觉。双种语言，会使是台语甲英语啦，毋是华语甲英语。是，好，这可能爱阮基金会含即个民间，啊个部迄个教育部，咱做伙去发展。啊，因为咱即马吼，要安怎讲，打一个迄个教学打初咧博艺博语，所以目前是先用即个方法。啊，若后壁咱拢囡仔嘛学了袂歹啊，国中生嘛学了袂歹啊，咱迄个程度自然就会悬起来。所以我看你写的嘛，拢写甲足好的，我爱甲你恭喜，嘛感谢你对台语的支持啊，嘛感谢爸爸，使互咱即个迄个囡仔伫外国嘛有即种机会，会使做伙学台语啊。我毋是做老师歹势。无紧，咱这沙龙开讲尔。我去美国40年，即马退休转来。哦，安尼哦，嘿，是。啊，我40年前去的时阵，民国1981年，民国70年。是。我即马40年转来，即个无共款。是。当初去的时阵，大部分人讲我是中国人。即马你转来台湾了。台湾人嘛，我是台湾人，这是足大的差别。差别啦。不管你是哪个，还是别个，哪个伊若会互别讲伊都会讲伊是台湾人。这点是足大的差别。是。啊，这个过来是对本土化，就是讲咱有咧说本土化。是。所以，敢若老师来讲，你本人对你家己有信心。有。古早我出国时是无信心的。对。所以这是一个足大的转变。对。啊，上重我感觉是讲，咱若是为政府的政策，对，是对的，对，啊有咧资源，这个物件自然就会发展。是。因为少年的人，在咧台湾出世的人，大部分拢认为是台湾。是。所以这个语言时间，咱是想讲。希望伊明年会使讲进步，无啥可能。对啦。可能到搁一个世代，
伊爱，以我的判断，应该上无嘛爱10年啦，因为伊这是一个足长久的教学的过程。所以若是政策对的时阵，有资源的时阵，有本土化的时阵，咱就免烦恼。对对，啊，所以你是咧算甲大家做伙勉励啦，安尼啦，安尼台语有希望啦，感谢啦，赞赞赞，老师你的问题，大家拢有即个共同的想法，真赞啦，安尼，迄个虽然咱小姐伫咧外国大汉，佮伊安尼，我感觉已经讲了比一般的囡仔讲了佮较好啊，我感觉迄个爸爸你的教育，即个。是一个真正确的做法。虽然伊虽然咧美国种出事，我甲阮太太两种方法，我甲伊好老话啦。了。阮太太甲伊北京话。安尼好。所以两行拢会晓。好是，赞。袂讲北京我就无歹教，因为是武人。我讲一个我的阮太太客人，伊客人，啊，伊伫阮兜，我拢叫伊教囡仔爱讲客话哦，我无迄种讲客语就无好，讲台语较好，我无即种意识，我认为拢平等的。但是因家己伊就是较无迄个想法观念，我讲社会的气氛无够遐，连阮某我都无法度影响啊，一个某较大三天工作，我都无法度影响伊啊。我讲咱这社会的气氛无够遐。我足希望阮囝会使去学客语，我感觉学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文化。但是应该讲，阮某无迄种意识的时阵，我虽然甲讲，伊有当时啊讲两句啊啦，糖油嘛、食饭的，安尼拢足基本的话，这我嘛会晓的啊。所以我讲，即个意识是足重要的。你要去杀台语，保留咱文化，我感觉咱对囡仔来讲，语言毋是第一。我咧甲讲，其实我是用文化甲态度去影响伊。我会甲讲，你想要讲台语，你就讲，啊，我拢鼓励你讲，啊，互你去尽量讲，啊，互伊有知影讲，哦，咱即个生活当中，台语是有哪是一个正式的用语。我即个态度，互伊知影了后，伊就愿意讲台语。啊，个囡仔伊去高中，伊嘛搁去。参加迄个闽南语的比赛，我感觉这拢是一个足正面的发展。